Hello， 大家好，我係 Nicole， 加拿大 RCIC 持牌顧問。Hello， 大家好，我叫 Raymond， 咁我係加碩移民留學嘅 consultant。係啦 ，Nicole 啊，其實最近咧好多香港人咧喺申請加拿大嘅救生艇嘅期間咧，都遇到好多嘅困難，亦都感到好大嘅壓力啦，同埋沮喪喎。咁啊，就住呢樣嘢啦，咁因為見到個政府又批得慢啦，咁好多時客人甚至乎咧見到佢哋都會被拒簽、公簽啊嗰樣嘢，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拍呢條片咧，去幫大家咧係解答一啲嘅申請上面嘅問題啦、疑難，希望幫到大家。希望呢條片幫到你啦。咁第一個問題想問下 Raymond 啦，咁究竟其實點樣可以減低 Hong Kong Pathway OOWP 被拒簽嘅風險呢？呢個係而家一個比較常見嘅問題啦。咁其實問得好好嘅嗱，大家當填 IRCC 嘅 form 嘅時候咧，其實記得每次填完每張 form 都由頭到尾再三睇一次，究竟裏邊嘅資料係咪正確啦，同埋完整。咁至於填 OOWP 張 form 咧，其實有兩點咧，大家係要特別留意嘅。第一，張 form 上面咧，其中有一行咧就問大家個 job title 嘅。job title 嗰度咧，其實大家一定係要填 HKOWP。另一個地方咧，其實佢就會問大家嘅 brief description of duties。而喺呢一行咧，大家係應該填 APR Applicant in Canada Public Policy。唔係喎，我而家返緊工㗎喎，乜唔係填我自己嘅 job titles 同埋 duty 咩？係啊，其實呢度咧好多朋友咧都係有個誤會喺度嘅。呢度佢問你嘅 duties 咧，唔係問你嘅工作。其實咁無論你有冇工作，你而家冇工作又好，有工作又好，其實大家都係應該係填咩咧？APR Applicant in Canada Public Policy， 咁樣先至為之正確。如果唔係話以上任何一樣嘢填錯咗嘅話咧，其實 officer 都會拒絕你嘅簽證嘅申請，而佢俾你嘅理由咧就係會話你係缺乏 LMIA 噶啦。哦，原來係咁，呢樣大家記得注意啦。第二個常見問題咧就係究竟申請咗 PR 之後可唔可以離開加拿大咧？至於呢個問題咧，都係大家好常見，亦都好常問㗎啦。嗱，根據 IRCC 嘅指引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申請 PR 嘅時候咧，其實個人要喺加拿大境內嘅，或者到佢批 PR 俾我哋嘅時候咧，個人應該都喺加拿大境內嘅。至於中間呢段時間啦，你話我已經申請咗 PR，係咪可以離境咧？嗱，如果你離開咗加拿大之後，我反而覺得個重點唔係話你可唔可以離開。個重點咧係其實大家可唔可以再翻入嚟加拿大？當然啦，根據翻移民局嘅指引就係話，如果你要入境加拿大嘅，只需要有一個有效嘅簽證，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入翻嚟加拿大㗎啦。不過指引還指引啦，喺現實嘅世界，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加拿大咧，其實佢嗰個移民政策咧就越收越緊。今年開始，其實加拿大嘅邊境官員咧，佢哋係有權咧去取消任何一個人咧嗰個簽證嘅。咁如果大家你拎住個簽證想再翻入嚟加拿大嘅時候，其實邊境嘅官員佢就會睇一睇，究竟你而家揸住個簽證會唔會好快已經到期啊？如果好快到期，佢可能會有個問題喎。點解你咁短期已經 expire，你都仲想翻嚟加拿大咧？或者佢會作出其他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喎。最 worst 嘅情況，會唔會佢會取消咗你嘅 permit， 直情唔俾你入境咧？咁呢個都係大家要考慮嘅地方嚟嘅。咁當然啦，我哋作為顧問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唔會建議大家咧作出一個長時間離開加拿大嘅建議嘅嚇。咁所以大家唔好諗住係離開好長嘅時間咯，我哋就唔會 recommend 大家咁做㗎啦。係啦，我哋就唔建議大家離開一段長時間去等待你嘅 PR 嘅。咁可唔可以喺加拿大工作咧？都係一個大家好熱門嘅話題。如果我畢業之後啦，讀完書，咁我申請 PGWP， 喺等候佢批嘅期間，我又係咪可以喺加拿大工作咧？係可以嘅。當你遞交咗申請之後啦，你就會有一個 maintain status。呢個 maintain status 咧就俾你喺加拿大裏邊合法地工作，直至 PGWP 批出為止。咁但係提大家啦，當你如果出境嘅話咧，你呢個 maintain status 咧就會冇咗㗎啦。所以我哋建議你真正攞到 PGWP 先好 plan 去旅行啊。另外一個咧，大家常問嘅問題咧就話我個簽證到期之前咧，其實要早幾多咧去續簽嘅？
根據 IRCC 嘅指引啦，你簽證到期前30日就可以作出申請。咁但係由於而家 IRCC 審批時間比較長啦，咁我哋嘅建議客人大概6個月前可以開始準備。咁一個非常之重要個要點就係必須喺你嘅簽證 expire 之前要去申請啦，唔好等到 expire 咗之後你先去申請，咁就會好麻煩㗎啦。另外啦，想提提大家 check 下你個 passport 有效期，因為你個簽證嘅有效期咧，亦都會跟翻你嘅 passport 有效期嘅。第5個問題啦，就係我小朋友咧就準備上大學，但係我個 PR application 仲未批喎，咁究竟小朋友可唔可以用 local fee 去讀大學呢？嗱呢個問題咧就其實就唔係移民政策嘅問題嚟㗎，呢個咧就係讀書學費嘅問題嚟㗎。咁我哋 come across 嘅個案嚟睇啦，咁其實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係睇翻學校嗰個 policy。而我哋遇到咧，其實一般嚟講咧，學校都係要求交翻呢個國際學生嘅學費，直至到呢個小朋友咧真係攞到 PR 為止咧，先至可以交翻本地學生嘅學費嘅。咁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問題嘅話，咁就歡迎大家 WhatsApp 俾我哋啊。